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黃金價格喺禮拜五晚美市早段嘅時候咧，係曾經一度急升到去1356美元呢一個高位嘅。主要就係因為當其時美國係發布咗最新嘅零售銷售同埋生產物價指數數據結果。由於兩者嘅數據結果都係做差啦，令到大家對聯儲局加息嗰個擔憂係緩減咗嘅，咁就即時對吸納黃金係有一個推動作用啦，將個金價推高到去1356呢一個高位。不過由於當其時歐元對美元喺即日高位都有一個回落嘅關係啦，咁就拖累個金價喺1356咧都係有翻一個大嘅回吐整固。咁由於咧，喺禮拜五嘅時候早上咧，中國係發布咗一系列嘅經濟數據，而呢一系列嘅經濟數據結果都唔係咁理想，咁因此咧，大家對中國喺黃金消費上嗰個意欲咧，可能係會有啲猶豫、有啲懷疑嘅態度啦，咁就變咗亦都係喺禮拜五嘅時候咧。金價喺急升之後有一個急跌，呢個中國經濟數據結果咧都係構成一個嘅壓力喺度㗎。今個禮拜投資者嘅焦點應該會放喺禮拜四香港時間禮拜四凌晨嘅聯儲局發布嘅上一次議息會議記錄啦。因為喺呢個會議記錄上入邊咧，投資者希望揾到就算聯儲局喺9月唔加息，咁喺12月前有冇加息嘅機會咧？呢一份嘅會議記錄啦，應該會係有一個嘅指引喺度啦。金價短期間咧，其實仍然有機會咧喺1330美元失守嘅，原因就係喺聯儲局呢一個議息會議記錄發布之前咧，大家都會係偏向一個審慎嘅態度。短期間金價應該會喺1328至到1351呢一個範圍走動嘅。咁如果可以係金價一跌穿1330嘅時候啦，可以喺1328呢一個位啦，提高一線，提高翻上去1351美元嘅。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